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咱今年其实有过了一个真特别的一冬，因为疫情的缘故，咱伫今年有超过1/3的礼拜日，拢伫厝内底用线顶来礼拜。咱无法度甲咱的兄弟姊妹三甲组织伫圣殿来礼拜，但是咱伫这个时刻，咱也会当来到圣殿，会当甲兄弟姊妹伫圣殿中间敬拜上帝。咱啊详细来思考，这伫全世界可能只有伫咱台湾会当安尼尔。所以咱真正应该爱感谢上帝，这款对咱的恩典。我常常认为，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有2项真重要的代志，咱应该爱来做。第一件代志，就是咱应该爱时常思考、孝念上帝伫咱生活中间所享受的恩典，咱爱会晓感恩。第二项代志，就是咱应该爱对上帝予咱的恩典有回应，其中过一种奉献的生活，就是回应上帝恩典上介好的方法之一。所以今日牧师要用这个题目献身做活祭，甲大家做伙来思考关系奉献的代志。伫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的上帝，阮真心感谢你。阮伫生活中间的体验，阮知阮真正是真受祝福的一群。因为对今年的第一天到伫今仔日，阮拢得到你的保守甲看顾。阮特别感谢你用恩典做阮年冬的免流，互阮所行过的路上，你也拢有备丰盛的供应，互阮得到健康平安的生命，也当互阮用阮伫世间的日子明白你，珍惜你互阮的疼甲一切恩赐。特别伫阮拄着困难的时阵，主你啊，赏赐阮气力，互阮有智慧去面对所有的挑战。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阮献上阮的感谢。阮特别知透过你的话，阮会当得到大的祝福。所以这个时刻，我们领受你的话，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诚做会晓听，会晓去行，遵守你的话语的人。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今日咱所读的圣经节是出自罗马人书的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这是保罗先生写予罗马教会的批信。保罗利用这段信息去考劝罗马教会的信徒，爱学习一个生命中间上介重要一个功课，就是献身的功课，爱过一种奉献的生活。一般咱若讲奉献，咱通常想到的就是伫礼拜日的时阵，伫敬拜中间，咱有一个过程，就是咱爱奉献咱的金钱。但是保罗先生通过伊的经验，伊认为一个真实上介敬虔的敬拜，就是将家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就是一个全人的奉献，毋是单单奉献咱的金钱。是爱奉献咱本身，所以今日牧师要透过这个题目献身做活祭，甲大家做伙来思考这个主题。首先，咱今日所读的经文，一开始保罗就用真慎重的语气，对罗马教会信徒讲起有关的奉献的代志。伊讲：恁爱将恁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所以咱头先先来看活祭这个字，伫这活祭真值得咱注意，因为伫圣经中间，除了保罗以外，无人用过活祭这个用语。保罗特别指出，咱所献上的是活的祭，毋是死的祭。这甲旧约的传统的献祭有真大的无同款，因为犹太人咧献祭拢是将牛啊、羊啊。也是一寡鸟类要献祭的祭物，抬死，
然后将伊献伫这祭坛顶面来烧。献祭意义就是讲，这牛羊、这鸟类是代表咱家己本身，咱的罪恶，将这个罪恶抬死，求主来赦免，伊替咱的罪恶来献身。旧约中间大概有5种无同款的献祭，就是烧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甲赎过祭，这5项祭物，这5项是无同款的祭，用伫无同款的情形。但是到新约时代，咱也详细去研究，其实大多数的献祭，拢甲人的罪有关系。就是因为人体验到家己犯罪，还是讲人惊讲我伫无意中间去得罪上帝，所以我爱献祭来赎罪。但是咱拢真知啊，上帝心意是爱人本身有真实的改变，毋是咱犯罪了才来献祭，然后献祭了佮继续犯罪，这毋是上帝所欢喜的。上帝爱咱真实得到改变。其实伫旧约时代，咱能对身体的文献中间去了解上帝意爱咱行好，超过咱对伊的献祭。比如讲，咱来看一段，这是出自阿摩司，先知阿摩司的第5章。先知阿摩司安尼讲，上主安尼讲：我讨厌恁的节期，忍受袂了恁的盛会，我无接受恁的烧化祭甲素祭。也无稀罕你献就肥的精神做平安祭，我无欢喜恁迄个吵闹的歌声，也无爱听恁弹奏的乐曲。就讲咱咧敬拜上帝的时阵，有时阵咱会摕祭物来献祭，还是讲伫敬拜中间唱水的歌声讹扰上帝。但是上帝讲，如果恁伫生活中间无行上帝的心意，无照公平去对待社会弱势者，反倒转去剥削遐孤儿寡妇，剥削来金钱，较去买祭物来献互我。上帝讲，伊无爱安尼，伊讲着互公平亲像大水长流，互公义亲像江河直直流。所以上帝伊爱咱行公义公平，超越过咱对伊的限制，这是先知对以色列百姓的提醒。另外，咱来看大卫伊犯罪了所写的诗篇51篇，中间伊安尼讲：伊讲主啊，你本是无爱祭物，那爱我就要献，烧祭你也无欢喜。你所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的确无轻看。大卫伊真知啊。上帝毋是爱咱的祭物，毋是咱犯罪了来献祭物。上帝是意爱咱有悔改的心，无搁再犯罪。所以使徒保罗伫遮要求敬拜上帝的人，上界重要就是内心必须要真实，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要求。因为人会当透过献祭这个行动，互普通人边仔人。看咱讲啊，这个人有咧献祭，这个人真敬虔。但是上帝是看咱内心的上帝，所以活祭所要求的是生活实际的表现。就是做一个信耶稣的人，咱爱有一个真重要的明白，就是咱本身好亲像献互上帝活的祭物同款，是将咱每一时每一工伫生活中间。通过咱的见证来证明咱是属上帝，所以这是第一项，咱还真知，就是讲是我的献祭。另外，咱也对另外一个角度，其实以色列人要献祭进前，爱将迄个献祭的祭物来抬死。所以，既然是祭物，表示已经死过，为什么会变作活？就是对死中间搁活，所以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表示讲咱今仔日将咱本身当作活祭献互上帝进前，咱爱先死。啥物爱？为什么讲做咱爱先死？就是咱爱将咱旧的咱死伫十字架顶，
好，亲像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所做的相款。所以保罗伊安尼讲，伊讲我已经甲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的无搁再是我，乃是基督伫我内面活的。所以将咱当作活的祭物献予上帝，简单来讲，就是将咱家己的生命献上，是一个新的，是对死人中搁活的。是活泼的、有生命力的，是为主来活，是互上帝欢喜的生命。这是咱爱真实去了解。早期教会有一个真出名的神学家，伊叫做厄古斯丁。伫信主进前，伊有2项代志真出名。第一，就是伊学问真好，伊有智慧真出名，是相当有智慧、学问真饱的一个学者。但是另外一方面，伊信主进前，伊生活是非常败坏、非常放荡。所以这2项拢真出名。但是伊有一个真敬虔，而且不断为基督的老母，期待伊会当悔改。后来真正上帝予伊有机会认捌家己的罪恶，伊悔改信主了。但这个时阵，伊必须要面对的是伊过去的错误。特别是互伊上困难面对的，就是伊过去有交往真侪只女性的朋友。讲较歹听，就是伊毋知影要去应付过去伊所交的只女朋友，甚至有甲真个品行真无好的女子斗阵。有一遍，伊伫意大利的米兰的街上咧行的时阵，远远看见伊过去所交的这个陪过伊的女朋友。这个人就来拍招呼讲：“厄古斯丁是我。”厄古斯丁看到伊尔无插伊对伊拍的招呼，而且向前去行。伊搁一边来讲：“厄古斯丁是我。”厄古斯丁伊原继续行，然后真坚定来回答讲：“是我知是你，但是我已经无搁再是我。我即摆活的已经毋是过去的我。”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要过一种献身做活者的生活，就是爱甲过去错误的咱告别，互伊死伫十字架顶，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第三个角度来看，咱知伫旧约献祭的祭物，爱完全无瑕疵，而且爱完全献上。无人献祭讲即支牛的腿留互我家己，剩咧献互上帝。无人安尼，是爱完完全全献上。所以，当咱一个人将家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互上帝，表示咱是全然无保留，将咱本身完全献互上帝。所以对待了咱的嘴、咱的耳、咱的目睭、咱的手、咱的脚，咱所拥有的一切物件，拢无搁再是属于咱，是完全要献互上帝。咱不过是暂时的管理者，所以咱要使用进前，爱先问主管的拥有者，上帝意爱咱安怎做，咱就照安尼去做。巴克的牧师伫每一遍咧问道理了后，伊拢会要求要受洗礼的这兄弟姊妹，爱献归咱的圣诗的306首。306首，咱拢知影，咱拢是奉献的回应诗，对无？咱拢会吟其中的一段，就是我将金钱献互你，咱会吟迄段。但是你若对第1节开始来读，你会发觉讲，这首奉献的诗歌，毋是讲献金钱尔，是爱将咱的手、咱的脚、咱的嘴、咱的一切，规个人拢奉献予上帝。所以，咱来明白真实的奉献，咱是全人的奉献。安尼讲来，要安怎做到全人的奉献？咱接续来看保罗安怎帮助咱。保罗知影，当一个人要将家己当作活者，完全奉献予上帝的时阵，伊会拄到一个真大的挑战。这挑战就是咱所徛起的一个世界。所以，伊提醒罗马教会的信徒，
唔通学即个世界啦。咱人看和合本的翻译叫唔通效法即个世界。即个效法即个字吼，诶原文就是同化。所以咱拄则所读的现代中文译本来翻译做唔通互世界同化。人真容易受影响，伫一个群体中间，咱若甲什么人斗阵，咱就有时会较相款。斗阵久啊，就拢用同化。所以咱俗语咧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咱拢有即款的经验嘛，咱真容易受即群体人的影响。伫我咧读大学的时阵，我住伫台南大专中心。迄个时阵，我想讲去住大专中心有一个群体生活对家己的学业，大家做伙读册，做伙读圣经，安尼对家己有帮助当去住遐的时阵，真侪代志拢真趣味伫学生中心的生活真丰富有时大家要拄着要考试的时阵，拢会读册读较晚所以到暗时腹肚拢会枵就共宿舍的人就大家烧就去食宵夜迄阮的学生宿舍边就足热闹的足侪宵夜会当食但是学习中心有一个规定，就是暗时11点就迄大门会锁起来所以阮一定爱赶伫11点之前爱回去宿舍若袂赴就爱伫外口大声叫叫人落来开门迄个时阵若无手机袂当拍电话但是阮迄住宿舍住较久的人迄学长学姐就人讲其实你若暗时若门锁开了你会当对迄个宿舍边有一个车库，遐有一个墙你会爬过就会当入去所以阮逐个食宵夜，或者开讲开了较晚拢会对迄墙爬过我伫遐住1-2个月了就逐工拢出去食宵夜到尾有一天暗时，我就甲我做伙出去食宵夜的人讲，你敢袂感觉最近怪怪？迄墙敢会愈来愈悬开过去咧爬拢足简单，即摆拢爬无啥会过。原来是大家拢变上大箍啦，即摆拢足歹爬。我看大家拢加几啊公斤。所以活踮伫即个环境，就受即个环境的人影响。当然住伫学生宿舍，有真好的影响譬如讲学生宿舍规定，早起是6点爱读圣经，暗时要困之前爱暗祷，周间阁有聚会。所以伫迄段时间也是我信仰进步上紧的一段时间所以伫即群体人拢会受影响。所以保罗讲，当咱要奉献本身做活活的祭物给上帝的时阵，基督徒拄着一个真大的危机，就是咱所踮的即个世界。即个世界常常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影响咱的价值观。所以保罗讲，毋通互即世界同化。毋通跟对这世界的价值观，毋通受这世界的潮流风气的影响。所以，咱知影一个群体内底，如果大家拢咧讲八卦，拢咧讲一寡肤浅的代志，讲一寡无意义、无营养的代志，这群体就变做相款的人。但是，如果咱倒边来看，如果咱伫团契中间、伫小组中间，咱拢是讲属灵的代志。拢伫遐想讲咱明仔做见证，明仔传福音，明仔祝福人。即个小组、即个团契的成员，就会去感染到即款的气质。所以，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团契的人的气质都无共款。所以，牧师要甲大家提醒，就是讲，咱要将即个环境，注意即个环境对咱的影响，毋通互即个世界同化。而且，毋是干那安尼尔。咱个爱安怎？咱个爱去影响这个世界。基督徒无受世界的影响，反倒当爱去影响这个世界。咱基督徒应该爱伫各行各业中间，加做别人的模样甲祝福。咱看起伫圣经中间，主要所甲咱提醒讲，咱爱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这光毋是放伫黑暗中间，光毋是放伫迄土底下，当光爱安怎？放伫迄个黑暗的中间，照亮迄个黑暗。盐呢，
爱用入去食物中间，才会当互迄食物有滋味，可以当防止迄食物腐败。所以咱来理解来讲，耶稣要求咱来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其实就是安怎，咱来去影响咱所徛起的这社会甲世界。咱看见着过去宣教师来到台湾的时阵，将福音带来台湾，毋是干那安尼尔。伫当时阵，伫教育、医疗、社会服务各方面，拢真做台湾真济所在。为这台湾带来真正面的影响，但是现在咱真正要反省，教会改成对迄个社会影响咱哪来哪少，反倒转叫社会影响真济。咱会将一寡世俗的想法搬入来教会内底，受世界影响，无去影响世界，这真正爱去改变。咱真正爱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来影响这世代的人，这是保罗的第一项提醒，唔通互世界同化，爱去影响这个世界。这是消极的，献身做偌济也有积极的意义，就是爱怎爱精心心意来改变。保罗伊提醒讲，你爱互上帝创造一个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爱哪来哪生耶稣基督的款式，这就是过去牧师捌讲过，新创造的人，爱对内面到外面拢爱精心改变。过去咱可能较自私，过去可能较诡诈，咱现在咱都爱变较有丰盛的疼心，爱较诚实的。过去咱常常会犯错误，咱今仔日就是要做好的代志。咱常常伫信仰中间做一款的反省。咱就会进步，伫主的帮助内面，咱通一点一点去改变咱家己，互咱家己精心变化，哪来哪合上帝的心意。咱今日有真济兄弟姊妹要接受洗礼，咱通常会鼓励这兄弟姊妹，伫洗礼了爱过一种新的生活，但是咱毋通忘记一信主真久的人，有缘爱伫耶稣基督内底不断去更新改变，不断去求长进，互咱这个团体会通哪来哪合上帝的心意。咱拄则讲这两项代志，第一项就是毋通互世界同化，第二项代志就是爱更新改变咱家己，目的就是这过程中间，咱会当去查验上帝的心意。关于查验上帝的心意，牧师有三项提醒。第一项，咱知影上帝的心意拢记录伫伊的话内底，就是伫圣经中间。所以咱来用敬虔的心去读，自然而然咱会当了解上帝的旨意。佮另外，祈祷上界尾仔的目的，就是要去敲揣明白上帝的心意，而且求上帝互咱的气力，会当照伊的计划、照伊的心意来行出来。所以读圣经甲祈祷，这是咱基督徒最要紧的一项代志，绝对袂当放松去。对年头到年尾，你若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你就是爱真认真去读圣经，真认真去祈祷。关于读圣经，咱拢有替大家准备真好的教材，譬如讲，咱即摆伫10楼，但咱们回去的时阵，当摕一本新眼光的读圣经，迄内底拢有资料，会当帮助咱每一日拢会当透过这来研读上帝的话。另外，咱配合祈祷。伫这读圣经的话中间配合祈祷，就当哪来哪明白上帝的心意。常常有人来找牧师，对牧师讲，伊心中有一种感动，但是伊毋知影到底敢是上帝的心意。我拢会鼓励讲，你爱一段时间真敬虔的祈祷，真敬虔去读圣经。我相信上帝在这过程中间来引带，这是第一项要紧的代志。咱若要明白查验上帝的心意，就爱透过读圣经甲祈祷。第二项，就是咱会当有一寡属灵的同伴，甲咱协助。咱知
拄则牧师讲过，环境对咱的信仰影响太济，对咱的价值观有真大的影响。感谢上帝伫咱的周围会当安排真侪协助咱的人。伫牧师咧成长的过程中间，伫我人生咧做重要决定的时阵，嘛有真侪遮属灵的长辈，互我真大的帮助。所以去结交属灵的好朋友，会当成做咱真大的祝福。所以牧师也要鼓励咱吼，咱每一个人拢爱立志成做别人属灵的好朋友。咱若每一个人拢有即款的想法，咱伫教会中间所交的朋友，就是当帮助咱伫信仰追求顶面互相扶持、彼此带导的同伴。咱牧师鼓励大家参加咱教会中间的小组、教会中间的团契，会当互咱有伫一个好的环境中间，互咱的信仰得到帮助。当然，查验上帝的旨意，上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满足上帝的心意。而且保罗用3个字来形容上帝的旨意，这3个字就是善良、顺全、通欢喜。意思是讲，善良其实是甲邪恶相对，顺全是甲混乱黑暗相对，通欢喜是甲忧伤相对。意思是讲，你若做邪恶的代志，做混乱黑暗的代志，上帝就忧伤啦。但是如果咱若倒边来看，你若做良善、做顺全、做合乎上帝心意的代志，就当满足上帝心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伫今年的最后这个主日，咱做伙伫遮思考这个题目，咱做一个领受上帝遐尼丰盛恩典的上帝的子儿。咱应该爱用咱全部的生命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献上咱本身做活活的祭物，这是上界好回应上帝的方式之一。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无甲这世间相款，反倒当去应用这个世间，常常会当得到精神改变，活出合乎上帝心意的生命，会当应用上帝，也当祝福别人。透过安尼，咱也领受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阮搁一遍得到激励。求主清气阮，互阮会当将家己当作无下事的祭物，活活献互你。阮愿意用阮的生命来服侍你。求主成全阮，也引带保守看顾阮，当阮奉献阮本身的过程，时常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